打了一天，你看出我适合哪一位英雄了吗？再打2天吧。你倒不如直接说，再被你虐2天多了。嗨，随便买一点。啊，谢谢。请进。啊，拖鞋在你后面。这么多，我们能吃得掉吗？我已经吃过了。这都是给我买的。对我们行业的胃有什么误解？不知道你要吃什么，所以多买一点。那我们就当午餐吃吧，我就不让小周送午餐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因为我不太方便出去嘛，所以以后午餐和晚餐就由小周送到这里来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晚餐？嗯。所以我的工作结束时间是？晚上9点。你手不疼就行。不许看！准备一下，蹩脚桥。有个地方很不公平啊！你看啊，我等级还不够，我还没到30级，铭文还没满，你的比我多，我当然是打不过你。我没几个铭文。这样也能秀啊？段位低。哦，这样。打了一天，你看出我适合哪一位英雄了吗？再打2天吧。你倒不如直接说，再被你虐2天多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先别呀！死了！都打了2天了，就不能让我赢一回吗？不是这样的赢。那你要求有点高。